te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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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钢带 test test test。
八首著有名的哦，这贝多芬的吼，伊的迄个旋律，咱来用咱真好的迄个咱的信仰来表达伫这歌词。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290个，会做法度咧，咱引导咱咧，来吟第一则，来，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，你要兄弟爱起来，心心欢喜歌主面前，亚堂有我心。
耶和华啊，你一切所做的要感谢你，你神的百姓也要学学你。这个天啊，应该出欢喜的声；地啊，应该快乐；众山应该出声唱歌，因为耶和华有安慰伊的百姓，也要怜悯伊遐个困苦的。咱三甲来念圣诗298首，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，请咱起立。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9篇，诗篇119篇。因为无通指责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
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。求你，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予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过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用不变的疼来疼阮。因着这个疼，阮明白，虽然阮无完全，常常陷入罪的引诱，搁定定无照你的话来行，但你犹原用你的疼来引带阮，我要向你献上感谢。也求你无纪念阮的过失，了赦阮所行的不义。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互阮搁一摆通来得到快乐甲自由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是自有永有的上帝。你也是阮一切生命的源头，你手所做是何等的奇妙，通敬畏。虽然人类犯了罪，互万物拢陷入被毁灭的危机，但是因着你的疼，互世间一切的受造物，拢伫你伟大的救赎计划里。对亚伯拉罕、摩西，甲圣经中侪信仰的人物身上，愿更加看见你是信实的上帝。愿相信，无论伫任何的境遇中，你拢要甲阮同在。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，互阮得到救赎的恩典，互阮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、受苦、搁活来得到愿望。阮愿意相信，并且活出信心的生活，这条正诚的道路来跑走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个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以西结书37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，耶和华用伊的神带我出去，下我伫山谷中，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。伊予我对骨头的四围经过，看，伫山谷的面上有骨头真多，看，因真孤单。伊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
这个骨画我袂，我应讲，主耶和华啊，你知伊。伊阁对我讲，你着对这个骨宣传来甲因讲，恁古代的骨啊，着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甲这个骨安尼讲：看，我要互活气入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。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，佮互恁有肉，佮用皮甲恁包，用活气入伫恁，恁就会活。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对安尼，我趁命令来宣传。当我伫宣传的时，有声忽然地动，这个骨三联合，逐支归伊的本位。我看见骨的顶面有筋，也有肉，阁有皮，包伫伊的顶面，总是内面无活气。伊就对我讲：“你着远方来宣传，人主啊！”着宣传来对方讲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活气啊，对遐个方来，分伫遮个受害个，互因为我。对安尼，我照伊所命令我的来宣传，活气就来入伫因，因就活，起来徛，成做极大的军队。以上愿上帝话，赐福听伊的话，佮行伊的话的人。讲道罗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，成做极大的军队。各位主内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今日互咱阁有机会。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，求求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，复兴咱本身，复兴咱的家庭，复兴咱的教会，请咱大家祈祷。主啊，这位上帝，我会感谢你的正堂，你的恩典是真大，要讲袂尽，要算袂了。我能够多多感谢阿罗你的圣子名，也想出圣日，互普天的万邦万国。万民、万百姓，都要学乐敬拜你，开你的心来教阮大家彼得，我来学乐来敬拜，就在棒棒的做，他靠伫你面前，叫主你来欢喜接纳，记得感谢，靠着所有希望来求，阿门。早期的地方就像讲，就是真最极大的军队，以色列国。也未联合的时阵，分了两国，北叫做以色列，南叫做犹太。那看来王记就更加互咱更加明白，迄个中间梁记所写的北的王，拢是听离耶和华的话，离开耶和华；属南的比较得较亲近耶和华上帝。这是以色列人，拢背叛上帝。离开耶和华，离开伊的诫命，离开律例，离开法度，所以耶和华就通过外邦人的手，嘛刑罚伊的百姓。所以你要看犹太人受真侪艰苦，要拍线、逃亡，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也逃亡，受杀害。那看德国当时杀害犹太人600万人。600万人偌济人呢？咱台湾国考的时阵，咱到来只到拄600万，所以真侪犹太人走投无路，德国掠的拢拍死。再今遮一本册，遮有一本册嘛真好，叫做《奇迹的签证》。现在咱中间有人有，当时犹太人拢拄啊即个签证要走，走去外国。走去日本，走去以色列，总是无一个国家，无一个国家要签证互伊。
无签证都袂当出去，袂当出去，去互德国掠着，当枪杀。当一群人走去立陶宛，立陶宛的中间有一个日本的领事馆，领事叫斯基巴拉，这人真好，伊替犹太人写签证，互犹太人离开立陶宛，去等于犹太国。算是德国对日本抗议3摆，我临时做好签证，互犹太人。日本的国务省通知这个领事通知3摆，叫伊唔通发签证互犹太人。你看互伊在这个斯基巴拉领事讲，我若无发签证互伊吼，这犹太人袂做我落会死伫德国人的手头。伊问我发签证互伊，抗命，抗外交部发签证互伊，互因逃走对日本。转去以色列，袂转去美国。当这个故事，通讲是真正好，所以这个所在安尼描写真好，一本册。我即摆有介绍，咱若无的人去国母社买，我即几日搁买几啊本，叫做奇迹的签证，这真好。这是日本人。真大当夸口的所在，所以外国人唔签证互这犹太人，都到日本人签互伊。咱西人有一个老师，高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？滋賀県の高橋先生，无来吼。这是日本人会好福利啦，当夸口的所在。所以签证互伊的人。人走去日本，然后等于一些建国。后来战争结束的时阵，这个人要找这日本的领事，要甲伊说倒啥，要送伊宣招，送伊真侪宝贵物件，伊拢唔收。后来这个领事叫日本迄个外务省免职，无头路。这个。领事语言真好，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苏联语拢真好，所以就去德国，去苏联食头路。做日本的公司的一个经理。后来倒转来时阵，就是犹太人倒来一回，要来感谢。这本册真好，我讲这本册大概先生也无来。这本册才送互咱的牧师。当犹太人为着背叛耶和华，就杀害。但是耶和华上帝无袂去做，对因的列祖阿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耶和华讲，我要甲带因倒转来，带倒转来甲因的本所在。所以伫以色列37章20到22节安尼讲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，看，我要出以色列族对因所搞的所在出来，佮对四围自就因带因倒来本所在22节，我要互因伫迄个地，伫以色列的山合做一个百姓，有一个王做因的王。无过做两边的百姓，无过分做两国，所以我上帝讲，我要自救因，无讲两国，做一以色列共和国。当然，通讲上帝的话应验伫因的中间，真奇妙。以色列国亡国偌久呢？亡国为2590年。亡国2590年，国家会阁复兴，会阁复国，这是真奇葩的代志啊！世界无阁有第二个国家，所以上帝来复兴，佮即摆复兴以色列国，佮再复兴起来，这是真正奇妙。所以以色列国果然是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宣布独立。佮是1949年2月24日宣布以色列国
复国。啊，当全部复国了后，四周围阿拉伯国家随时来攻击以色列。啊，他用以海战术来攻击，来攻击这些国家：埃及、黎巴嫩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约旦，把这来攻击，我当作出事，以及以色列国。搁毋安尼，因对苏联的这个武器，也要来消灭这当出事的以色列国。所以上帝甲弥撒加对地，几啊摆拢反败为胜。所以以色列国对立国以来，一面战争，一面造化祖国的土地，种植啊无迄沙漠，为什么路用？所以就改造伊个土地，需要的要去造林的运动来绿化，改善气候，增加农产品。啊，工业方面呢，以色列全国个土地。各个方面嘛大改进，因为上帝就是以色列世界所无的死海，啊，这死海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所在，伊的盐分真重，28%到30%的盐分。我去以色列，有人走去死海甲浸，讲袂甜，我就甲我受较中的所在，就倒落，实在袂甜啊。啊，就是爱注意啊，水哦，毋捌喷着目睭，水真咸。若喷着目水哦，就赶紧去陆地，冲正水。啊，所以我真正甲试看嘛，也阁袂甜。啊，阮负责人迄阵啊，伊也含我做伙去，伊甲浸骹那边，爱去相机甲我翕我咧浸，大家翕啊。所以讲我以色列这死海哦。是一个真正奇妙的所在，有真侪物质、矿物质、稀有元素，互以色列得到真大的迄个收入。咱台南市嘛有一间店，专门在卖以色列的物件。前摆有一个青年甲我讲，牧师啊，咱台南嘛有一间咧卖以色列的物件咧，啊，我都无时间来去遐看，来共看哦，无共买歹势。啊，说了看，上帝恩典真大，互有这死海也得到真大的收入。对教育方面，以色列人国民免费的教育制度，所以通讲真做上帝祝福的国家。就是上帝的预言，伫以西结书30章50到15节，也有伫应验上帝的话。他想。本段是基督的预言，34章1节到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，耶和华用伊的神导我出去，下我伫山谷中，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，又互我伫骨头的四围经过，看山谷的顶面有骨头侪侪，看因真高大。呾伫遮，意思给看见。这非常恐怖的迄个场面，杀对死人的骨头，啊，真久啊，死真久啊，啊，非常高大，啊，伫咁哪高原并满骨头，啊，那这什么意思？因为真正高大，甚至世界看到这恐怖的地面，啊，也我甲伊讲，这骨头是以色列全家，就是遐未接受。耶稣做弥赛的人，就是无生命的骨头一块。约翰14章6节安讲，耶稣讲：我是道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是无人会接分别。所以无信耶稣、无接受生的人，是未受基督的人，那是这死的骨头，无活命，啊，倒伫迄所在，啊，极其高大。以色列人虽然复国，总是多数人。也阁未信耶稣，也阁未接受耶稣做弥赛亚，那像死的活人一般样。根据1984年，差不多30-40年前统计，有350万以色列人中间，差不多57000人去到古纳丁。以色列人陆续在反国，在等于国家回国，
啊，定要起造以色列一个国家。但以色列有一个评语讲，阿里亚就是讲重返锡安、回归锡安的意思。所以到等来，抑佫无真正的生命，抑佫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安。所以上帝问这以色列安尼讲：人主啊，这骨头的活命，以色列毋敢直接甲伊回答，因为以色列知影讲耶和华知影，所以讲耶和华你知伊大权能在伫上帝身上，所以以色列无回答，要上帝家己回答安尼。伊的活命已经死真久啊！啊，搁极其高大，人看是无可能，这是上帝凡事拢会，上帝会个活，所以咱讲上帝是期盼上帝，咱基督徒的信心，嘛来祈祷主呢，来祈毋通放弃，来祈祷主毋通放弃，真重要。虽然世间几十年久艰苦，有人丧凶，有人病痛，有人即款迄款，祈祷主毋通放弃啊！要直接永远福气，所以咱的信息来讲，得主的人有幸福，那阵忧伤真快乐，但是假恶乐吟诗，满心平安真得意，会的快乐，得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祈祷主毋通放弃，就的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所以上帝恩典真大，要互你这个永远的快乐。咱的世间的艰苦，暂时几若定，都爱忍耐，都爱吞忍。保罗写批予哥林多的教会讲，恁讲咱亲像世间伫做一片戏。叫世界人看，互天使看。咱台湾若讲做戏，咱就知是真好有歌仔戏。啊，做戏中间上好的角色咧，做台湾真久就煞。上好的角色是皇帝，出来到就大家摇叫。啊，过来是武官，一个大刀起来，武甲毋捌字。啊，上可怜的是苦单对即做戏戏头。啊！直直哭到迄个戏尾，总是点外真久的戏若煞，大家若落戏白骹，戏好扛起来，面色色，统统一样，我做小将，袂使讲落来白骹，还是落街路，搁行迄个风大官哩行捌字的，若讲，若要讲迄是对中和精神病院走出来，所以做皇帝大威风，做武官。杀敌人，安尼杀气腾腾，苦叹得哭，等外钟尔就结束啊！咱的世间嘛是共款嘞，几十年久就结束咧。世间日子真怪过，不比天堂的福气，所以咱就忍耐。我嘛是忍耐啊！我怎到11岁外，特别到12岁啊！我嘛是忍耐，得听我上帝带我转去。我伫今年正月。连续破病3礼拜，也袂当起来。两礼拜袂来做礼拜，第3礼拜，勉强我后生转来，再勉强我使我来。我嘛是讲要转来啊！我嘛是毋茫天迄边迄所在，有真好诶所在。上帝为着咱陪伴，咱祈主毋通放弃啦。要得到上帝诶福气，上帝祝福，上帝恩典满满。伫囡仔4个月人的中间，所以我连艰苦嘛，忍耐像做戏的人，点外真久就输去啊。所以咱就忍耐听故事，祈祷主毋通放弃。以色列上帝咪讲，这世人的活命，以色列毋敢用知影这关联是在于上帝，所以互上帝本身来回答。因为死真久啊，人看是要上帝凡事拢会。所以就40个50安尼讲，伊个甲我讲，你着对这骨头来宣传，甲因讲，因就我要互因的顶面有筋，
佮互因内面有肉，佮有皮包因，用活机去伫因就会活，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人是马，上帝发是讲话，所以咱就信靠上帝啦。所以我时常讲，天主主难帮你，我人唔敢帮你主，是我艰苦，嘛着忍耐，嘛着吞忍，天主主，上帝要甲咱相加比例，上帝永远袂改变。人迄话会失落，上帝袂失落。哦，你若有信就得着。圣经讲，求就得着，找着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，咱就倚靠上帝。所以要紧的一句话讲，就听耶和华的话，安守的话。这句话第七字，就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句话对咱来讲真正重要，是一个关于奥秘的话。只有听伊的话人会活，也若无袂得救。第二大点，主的话来对咱讲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再临是一个预言。头一小点，耶稣头一摆来世间的时阵，是受苦的羊羔的身份来行十字架的路，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互钉死的十字架，互骗烂，互献喙配，互用枪插叶协的，也受真大的凌辱，佮第七个免流，也受大的苦痛。但耶稣第一摆降临就毋是安尼，耶稣第一摆降临受大官兵，王的身份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的身份。所以咱若来去比赛啊，有一句讲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， 迄是个开幕式，上悬说耶稣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的身份要来降临。所以耶稣来降临的时阵，要审判万邦、万国、万民。所以，若无悔改的人袂得救，独悔改的人袂得到永远的活。所以我佮讲，天主主毋通放你。所以信主的人会闪避将来刑罚，闪避将来的审判。但一旦基督徒，咱要甲耶稣基督将来比起，要伫空中遐之事。甲死耶稣一个眼光，所以我一摆有讲，我伫西卡五要一张图，就是世间人比起，到伫耶稣的面前，大家全世界的人拢伫遐，伫遐上帝要过上咱的地位，有来甲上帝相甲作对，毋要个离开，就永远甲上帝相甲大。所以咱基督徒真要紧的，咱着跟着做，毋通放弃，若无做工钱就死。所以你要看。遐规则，登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若毋听上帝的话，毋听耶稣基督做救，毋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就像这四个白龟共款，死孤单，佫袂得救。第三点，对上帝之外，互遐死个人的灵魂要搁活。所以死个人，我真来讲什么圣经。咱基督徒将来嘛要活，死个人嘛是要活。那特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8节，过去主耶稣基督在里面时阵情形。那我来读，咱来听。特撒罗尼迦第4章13节，兄弟啊，能够得死、能够得困的人，我毋捌恁毋知，要伫恁忧闷，亲像遐无黄的人一样。14节，因为咱若信耶稣有死有活，属耶稣来困的人，上帝要安尼带伊跟耶稣过来。15节，因为阮奉主的命令，就再话甲恁讲，就是主过来的时阵，这遐活地的人，不为遐大圣，不为遐未大圣遐咧困的人。16节，因为主本身对天落来。有大吼叫，有巨大天使的声，也有上帝的扫教，就遐做基督已经死的人要大声起来。后来，遐活地的人要甲因
受智者伫分内，就空中也之主，安尼就永远甲自三甲对地，所以得用这话来安慰。所以咱将来要去活，要伫到伫上帝面前，要即伫主耶稣基督严谨的所在，无搁再毋搁倒等下即个艰苦的世间，即伫上帝严谨的所在，这是上帝永远上帝期盼的所在。后来月20，伊甲我讲，你着用风来宣传，日子啊，就对风来讲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，活去啊，你着活去啊，活去迄个风来分伫遮个受害的人，互因会活第17。对安尼，依照我所明的个来宣传活去，直入伫因就活。搁徛着真做极大的军队，这是真正奇妙，真正极大的军队。所以咱基督徒将来嘛要活，咱要真做耶和华极大的军队，要来甲魔鬼交战，要来抢遐个世上的灵魂，伫魔鬼的下面的灵魂抢伊来出来，来互因有份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真做上帝所祝福的人。所以，叫我要真做极大的军队。咱用基督徒伫属灵的战争，嘛是我靠主了得胜利呢。所以咱着我靠主了得胜利。咱圣经嘛是安尼讲，咱大家靠主的胜利，咱大家靠主的胜利。得胜的主那掌我心，互我甲我大，咱大家靠主的胜利。所以耶和华和犹太国、甲以色列国。不分成两国，南北两国要合做一国，就是以色列共和国。咱咧为着以色列国祈祷，嘛着为着阿拉伯国家祈祷。阿拉伯国家真侪是以前马利的好话，也嘛有以色列的好话，嘛有罗地的好话。所以咱也为着以色列来祈祷，也嘛着为着阿拉伯人祈祷。嘛上帝祝福咱所听的，三家来祈祷。主爱上帝，我感谢你的恩典。伫阮所听的，安尼感谢祈祷，都是靠着所基督心来求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回应诗，圣诗171首，上帝所赐活命。
上帝恩典，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这时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第6页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2020年4到6月新眼光读经已经送到，请有登记的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。第2点，需要2019年奉献证明的兄弟，伫今仔日开始来到办公室签收领取。第3点，因应着疫情，本教会主日礼拜只有一场的台语礼拜，伫主日上午9点来举行。为着要减少会友的接触，有开放1楼大礼拜堂、1楼副堂、2楼副堂、3楼301的教室，拢总4个场所。每一个场所拢有无共款色水的大纸来做分别。大礼拜堂黄色，1楼副堂红色，2楼副堂蓝色，3楼301的教室是青色。请兄弟进入教会时，照你所领取的大纸的色水，互服侍人员来甲你带领，前往指定的场所来参加礼拜。顶礼拜所用过的大纸，请毋通搁重复来使用。第4点，兄弟若有汇款奉献，请敲电话来讲奉献者的姓名甲奉献的项目。若无来讲的时阵，咱就一律要用邮寄感恩奉献来入效。明年就无法度开捐献证明，敬请大家来配合。具体交通，本教会柯德生兄弟伫4月初7蒙主运调，享年23岁。要定伫4月25即个拜六上午9点，伫台南市立殡仪馆怀德厅举行日念个别礼拜，愿主安慰为主。
补充报告，咱教会内面无开放停机车，请来做礼拜的兄弟，将机车停在对面的社区发展中心的机车停车场，毋通停在隔壁东门停车场头前的人行道，以免来影响停车场汽车的出入，请咱大家来配合。以上报告，其他消息甲奉献的名声，请咱家己来过目。煞接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先来读一摆，请咱大家做伙读两摆。你感情的话是奇妙，所以我的心谨慎一首。诗篇119篇129节，请兄弟做伙来，请。你感情的话是奇妙，所以我的心谨慎一首。诗篇19篇129节，你感情的话是奇妙，所以我的心谨慎一首。诗篇119篇129节。以上介绍，请稳重牧师。各位兄弟平安。我来补充两项吼，集体交通的第一项，咱教会有一位柯德清兄弟，4月7日蒙主运调吼，伊是咱中营大学媒体设计系3年级的学生，咱姑妈妈的孙仔吼，这个少年呢，我捌到伊落落啊，食烟头真将才。拍乒乓可能目前全校冠军啊吼，啊，都真够运动啊，太毋知安怎突然过身吼，啊，伫租厝学校附近租厝的所在，困去阵无阁醒起来啦吼，啊，迄个这互人真大的迄个艰苦啊。4月25这个拜六上午9点，伫市立殡仪馆的怀泽厅要举行入殓个别礼拜吼。啊，听讲因全班拢会来啦吼，啊，大家真孝念这个少年人，这是一个真艰苦心的报告。愿主安慰为足。啊，今仔日主日上午9点半。本会出身台中中会柳园教会陈佑成牧师举行进庭退休感恩礼拜。啊，愿咱的主拢纪念伊所做最的工。以上。三甲来吟祝福蔡恳的诗，圣诗391首，俄勒天顶主宰。吟诗后，请罗牧师祝祷。愿主要所给大家恩典，天父上帝听叹，一个圣贤相通，感谢大家三甲之地，第7条，高永世代未尽，阿门。